来看中华园林，昨下晡有4000多个民众收到政府的简讯，写讲厝买偌济，最后民众错一条足大条，就是家己的房产风头买起，落尾地政所是证实讲是法定登记，甲民众会失礼，会来理清讲是人为的过失，也是系统有各样。 手机收到简讯，拍开看是注明园林地政事务所的信息，内容写实价订立申报交易总价980万。中华县园林区有真侪民众，昨日下晡3点32分，拢收到这个信息。详细看发送号码是111，所谓发展部推送的政府轰炸专属简讯底码，互有房产的民众想象真不安，烦恼明害厝敢会去用偷卖。 吓傻了，因为担心自己的房子怎么突然被卖掉了。我家长辈因为他们不懂这个，而且他们房子刚好是租给别人，所以他们担心一些税金资料等等等被房客拿走卖走了，所以他们打电话打不进去，直接冲到园林地政事务所。他们这次的简讯没有各自的问题。 说啊，不然这样子就很糟糕了。民众靠地政所想要纠正，却因为想象将这电话卡入来卡未通，直接冲去现场问清楚。园林地政事务所证实，简讯传送对象是4200外已经注册地籍变动，即是通知市民。原因就是一个民众即阵啊交易不动产，应该对当事人发实价登录通知，刷发送给所有注册用户。误发简讯应该是通知一个，结果误发到 其他的人这样子，我们现在还在查证中，是不是人脸就是误发到简讯资料里面的群组这样子。虽然园林地政所尾仔用简讯，搁伫官网面册发布改正信息会失礼，不过也是引起真侪人紧张。官方是讲，目前当咧调查是认为消息还是系统无正常，也检讨电话应变能量甲广告的速度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